还有这个时间点跟军售还有总统出访的时间有相这个很贴近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军售的部分，美方就是我们一向尊重美方在这个军售方面的程序跟必要的作业流程啊。那么宣布的时间跟中国这个军事演习这个部分，中国方面也强调这个部分是例行性的军演啊。那么国防部这边也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我们国防部的发言人也针对这个部分做了必要的说明啊。所以我想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我们呼吁外界不要做过度的揣测啊。那么总统出访，那么是我们例行性外交部的重点工作，也是这个元首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啊。针对我们跟友邦强化我们跟友邦的这个高层的交易跟这个情谊跟这个友谊非常的重要。那么总统到第一线去视察外管鼓励我们驻外同仁，那么当然也要了解我们在跟友邦之间双边合作工作落实的情况啊。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元首外交非常有意义而且积极的一面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年都要推动的重要工作啊。这个不会因为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停止这样的规划啊。以后我们还是会持续根据我们工作上的需要，还有跟友邦这方面的互动的需求啊，来做这个高层出访的规划，这个都会如常的进行。